那位龙帮主呢？跟着清流从银城到长安。恕我直言，这长安跟天高皇帝眼的银城差别可就大了。天子脚下，皇上说了算，恐怕不是油嘴滑舌就能混过去。这就不劳杜小姐费心了。杜小姐若是跟君王已经讲完话了，就可以回家伺候你那当贪官的老爹了。 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老爷现在不仅仅是三品吏部侍郎，他还即将成为君王的老丈人。你们要是再在这里胡言乱语、污蔑我们老爷的话，几个脑袋都不够你们掉的。月儿，你日后可是要随我进宫的人，少做口舌之争。 哎，小琴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李清流他自己当了皇子，把我家姑娘留在银城，他现在要和杜小仙成婚了。他把我家姑娘当成什么了？武云阁的恩客都比你们有情有义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皇上指婚的。皇上又怎么样？他如果不愿意做，没人能逼得了他。他忘记了他对我家姑娘承诺过什么吗？他知道我家姑娘有多看重吗？他全当是狗屁啊！嘘，小点声，这是长安。 长安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，他李清流是个什么东西。小姐，您说他受伤，为什么要跑到昭王府啊？他不是一贯如此吗？或许是知道了我跟清流的婚约，所以去投奔了昭王殿下。 果然是青楼出来的女子。他刚刚是不是说昭王府？怎么，杜小姐刚被赐婚，我在君王府准备着，来我昭王府，有何贵干？是仙儿疏忽了，此番叨扰了昭王殿下的清静。 我听闻，昭王府上来了一位故人。这位故人正好又受了伤，所以我特地前来看望，表达一番心意。没想到，杜小姐刚来长安就如此耳目灵通。不过此行要让你失望，我府上没有你要找的人。啊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。 殿下，什么事？启禀殿下，门外有一男一女在闹事。那女的说，她是来自银城的，叫什么小琴。武林，你先去看看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走。陆小姐，既然眼下有事，本王就不奉陪了。昭王殿下，快去吧，我无妨。 本王还要奉劝杜小姐一句，管好自己分内的事。我昭王府以后若是没事，就不要再来了。昭王殿下的建议，仙儿受教。